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講下點樣紮呢個好似皇冠咁嘅髻嘅。首先呢，我就喺我女嘅頭上紮咗一條高嘅馬尾啦。喺條馬尾嗰度呢，攞一小撮頭髮出嚟，分3份，好似平時咁鬢邊咁樣開始。一開始呢，就鬢咗2下先，1、2咁樣鬢。然後呢，就鬢2下，1、2，加頭髮，呢個好似口訣咁嘅，一路都係咁樣鬢嘅。1、2，加頭髮，少少咁加喺條馬尾嗰度攞。1、2，加頭髮，一路係咁鬢啦。鬢到去認為你適合嘅長度呢，就開始轉彎啦。轉咗彎之後就盡量打橫鬢，維持住鬢邊同埋馬尾中間嘅長度係一樣。呢個將會係皇冠嘅弧度嚟嘅。而家俾大家睇下啦，你咁樣一壓落嚟嘅話呢，就係好似一個皇冠咁嘅形狀啦。咁而家仍然係要繼續紮落去啦。好啦，而家加頭髮呢，加到最後幾條啦。紮完之後呢，就好似普通鬢邊咁樣鬢埋佢。紮完呢，就用橡筋固定位置，然後就圍返個髻出嚟啦。喺你認為適合嘅位置呢，加上髮夾，咁呢一個皇冠型嘅髮髻呢，就完成㗎啦。紮好就係咁㗎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想我上載更加多嘅教學呢，請留言啦、like 啦、share 啦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